畢業生名單如下：黃新橋、譚景日、楊卓銘、陳卓橋、袁樂熙、黃浩君、曹希賢、蔡銘樂、楊佩琪、賴浩詹、麥宇希、曾千雅、陳奕舒、黎藝彤、蘇旭琪、林欣彤、黃子逸、梁家樂、劉萬朗、李家軒、陳正聰、陳俊南、唐子瑜、趙雲卓、胡俊偉、張希月、李詠琳、葉海琪、楊晴欣、譚瑞雪、陳思柔、張慶雲、梁卓賢、鄧曉彤、蘇有為、吳卓琛、鄧月芝、李卓謙、鄭以晴、胡傲翔、馮俊燕、翁月柔、鄭俊橋、賴軒庭、馮立賢、李欣晴、林信賢、潘以玲、陳雨晴、張力恒、岑齊中、梁婉晴、岑齊媛、戚海嘉、黃清輝、鍾文浩、李漢燕、賴柏橋、葉雨晴、韓俊宇、駱明晴、張家信、羅佩晴、阮柏希、李雲樂、徐子喬、姚海晴、劉柏成、梁以喬、郭子柔、吳子佑、高晴、陳靜巧、梁柏維、馬瑞賢、譚子瑜、李子瑩、屈柏賢、陳靜、鄧依婷、李彩嘉、楊海玲、范樂儀、胡海林、曾偉軒、馬樂謙、施海圖、劉意、袁月堅、楊雪兒、李心橋、李希雷、鐘博文、梁雅瑤、傅子祥、梁子瑜、陳陽、陶幸如、李樂希、吳宏哲、譚宇浩、鄧希南、李希月、張新瑤、陳之航、謝欣然、董永生、梁希賢、薛雲信、梁浩信、梁展凡、鐘浩庭、鄭樂希、李卓廷、劉柏林、何柏希、黃清晨、陳柏希。請畢業生代表古仲軒同學、顏詠雪同學。小朋友可以望下前面攝影師哥哥影張相喎。多謝小朋友，小朋友接過證書之後，就代表你哋完成咗人生第一個階段，要繼續努力啊！關校長，請九龍城正校嘅畢業生上台接